来继续来看台北的北投一间真出名的温泉旅店，日前才传出讲有查囡仔去浸温泉互偷袭，结果最近佫流出着2段影片，是2对情侣，总共1男3女来受害。讲这个偷袭的角度，甲顶一届拢同款，互人不得不怀疑讲，这根本就是同一个人长期来犯案，恐惊受害者不止6个人。讲这个偷袭的时间是去年的1、2月。业者讲，因为去年的热天，就全部各电征收过，有来加装着竹片、铁网啊、甲监视器。若有关偷袭的源头，警方也搁咧追查。水道头一个拍开，硫磺温泉水就会流出来。北投出名温泉会馆，平时透早就真个乡亲来浸温泉，也毋过有人浸到互偷袭。我朋友就跟我说，我来泡汤要小心。我说不会的，我们大同池从来也没有这样子过。它这个是属于露天式的，那其实我们都会去观察一下啦。针孔那种我们根本肉眼看不见的，真的是没办法了。那防护慎防啦。听讲有偷袭的代志，难免会惊，而且虽然说有2组情侣去警察局报案，会发现被偷袭是因为顶礼拜伫面车社群网站，民众看到去年1月份浸温泉时的画面有流出来。昨日网站又搁看到2段浸温泉的影片，惊一个赶紧去报警。警方照目前流出来影片，甲统计了后，恐惊受害者毋那6个人。民众被偷拍的地点就是在这间最边间的温泉房，嫌犯呢就是利用这墙上的竹林造景的缝隙来偷拍。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遂派人去温泉会馆调查，去每一间房间外口巡，就惊讲这偷袭的地点毋那一间，因为外口是山坡地，佫有真侪水管，其实足歹行的。要去后壁毛铁门锁掉咧，敢若员工会当出入，业者讲无可能是员工做的。不可能是我们员工，因为我员工在这边都已经10几年了，包括他的性向、他的家庭背景，我们都很清楚。业者讲，嫌犯偷袭的时间拢是伫去年，后来已经按沿线网啊监视器等咧做封闭。各地人客入去进前，用无线的侦测器来侦测监控，就是要避免人客来这浸温泉变成无辜的受害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